聚焦在第一个光，我的光呢，我们过去做很多，各位可能不是太清楚你知道特你做很多 CCTV 其实呢，是我们做光纤到户的那个 CCTV 就是台湾做最大，这一块呢，我们未来会持续的投资，我们终端 CCTV 这边呢，一直往非它生的去走，所以我们将来会扩大投资在这一方，从终端到越来越主要。所以我们聚焦第一个这个光通讯的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会做这个东西 AI 的 System on Model，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模组，就像我们做的很多的 WiFi 模组一样，但是这样的 WiFi 模组或者这样的 System on Model 的模组，我们上面必须要加入 AI 的算力，这个是两大主轴，我们未来的